货真价实，样式新颖。这里有样式美丽的珠宝出售，快来看看呀！母亲，有一位珠宝商路过，我们家有个澡盆，可以用来跟这个商人交换一些白珠啊。哦，好啊。母亲，快来呀！请您看看，这个澡盆可以和您交换一点白珠吗？哦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宝盆啊，价值连城。没想到竟然会埋没在这种地方，我今天运气实在太好了。等，我可千万不能让这母女俩看出来。这是假货！你们拿这种不值钱的东西给我看，想要弄脏我的手啊！哎呀，弄了半天，原来是个假的呀！不是这样的，原来他们家是骗子呀！哎呀，真是太丢人了，还怎么好意思出门见人？过了一会儿，童子过河后也来到寡妇家中。女儿又想要拿澡盆来换些白珠。不行，前面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受够耻辱了，我们要以此为戒呀，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可是妈妈，我看这个童子有人人知晓，不像先前那个贪心又残酷的奸商啊，求求您了。这个你先看看吧。哦，哎呀，这澡盆可是紫魔晶制成的宝物啊！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火来交换它，请问可以吗？好啊，太好了。那个，还希望您能补给我2枚金钱，让我能够雇渡船回家。当然可以了。你真是个诚实的人，刚才有另一个珠宝商人还骗我们说这是假货呢。啊？难道是舅父？商人在附近歇了一会儿，觉得是时候去骗得宝盆了，于是又转回到寡妇家。你看看这条，你戴上一定很漂亮呀。妈妈戴上会更好呢。哎，今天呀，算你运气好，我就用这几个珠子跟你交换澡盆吧。刚刚有个有良心的童子用他全部的明珠来换了我那一个金澡盆，还觉得太便宜了呢。你这奸商再不快走，就别怪我拿拐杖打你出门了。啊！一定是搞错了。别，不要！哎呀！
这是怎么回事？慌慌张张的。还我的宝盆来呀！那是我的宝盆，我的宝盆呐！啊！我好像听到了舅父的声音。性急懊恼的商人气急败坏，捶胸顿足，即刻吐血而死。舅父，舅父，舅父，你怎么了？啊！舅父啊，舅父，您只因一时贪心诈骗，才丢了性命啊！菩萨守性持戒，以获至宝。毗婆达多贪心欺诈，以致丧身呐。童子者即是我身，救父者就是毗婆达多。